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已经到了11长假的最后一天，经典回眸国庆特别节目也快要接近尾声了。不过今天的节目同样不会让您失望。首先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张云霞流派艺术研讨演唱会。在粤剧的花旦流派当中，张云霞老师创造的张派可以说是特色十分鲜明的。由于早年学习过京剧，张云霞老师有意识地将京昆艺术融入到自己的唱腔塑造当中，尤其他的小腔处理丰富细腻，令人称道。而录制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这场演唱会，不仅汇集了全国各地的张派弟子，更是对张派艺术的一次全面展示。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、亲爱的观众们，自从我踏上越剧舞台，先后参加了薛生、东山、芳华、少庄、芦苇，直到现在已经有45年了。辣辣搿个许多年里，我得到了像袁雪芬大姐、得知越剧同行中姐妹们对我的帮助，还有昆曲界表演艺术家方传勇老师，尤其是辣建国以后，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关怀，编导演英美的通力合作，广大观众对我的厚爱，专家们对我的鼓励。搿次举办个人表演艺术研讨演唱会，我又得到了江浙沪的各级领导，特别是卢湾区，还有包括新闻界、艺术界、企业界对我的热情支持，我内心非常激动。千句并一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晚上好。晚上好。由解放日报社、上海电视台1台、上海人民广播电台、上海声像读物出版社、中国戏剧家协会浙江分会和上海分会、上海艺术研究所、上海粤剧艺术研究中心、上海南芝综合服务公司、上海市卢湾区文化局、上海大众剧场、上海卢湾粤剧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张云霞表演艺术专场演出，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。首先，让我们对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张云霞表示热烈的祝贺。张云霞在粤剧这块艺术田地里
辛勤耕耘了40多年，形成了他独具风格的艺术表演流派。他早年加入雪声剧团，向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袁雪芬学习，后来又师从昆剧名家方传云，在舞台上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个性鲜明的古今妇女形象。张云霞的唱腔刚柔相济，声情并茂；张云霞的表演细腻真切动人。在今天晚上，将由张云霞和她的学生、私塾弟子以及共事多年的舞台姐妹，一起为大家演唱张派部分代表剧目和唱腔选段。李翠英是张云霞的代表作之一，她扮演了一位仗义扶危、灵活勇敢的古代少女的形象。今天请大家观看的是李翠英中的告状一折戏。李翠英由张云霞的大弟子薛桂珍扮演，邹应龙由杭州艺术学校的老师沈希明扮演。下面何人喊冤？令他臣与小女子喊冤，将喊冤女子带上来。是，传喊冤女子。我听得大人管我诉冤。龙团护佑，我也要不了情一君堂殿去。教尉们攻坚四海，小女子你抬头看来。琅琊弓箭寸心，再有半句虚言，我死而无怨。既是此，小女子你家是哪里？姓甚名谁？与我冤情从这将来，大圣哟！
人总兵八龙将，谁人犯在命难成，多亏曹家来相聚，他官恩定下了儿女情，在线上对亲是不美长，一对月连环难不分，曹家为官分清，连绿早为落家逃兵，府内无啊我记着，他带了玉连环去对亲八龙家，见他病中要来婚，用多呀还是曹永清，还逼上我姐姐去盼望啊亲。我姐姐她宁死不答应，八龙将要我穿扎紫花去献殷勤，我正在房中把紫花穿，谁知于来了曹永清。夜令曹永清已经被身亡，似乎又到你殿中而来，分明是一盘一来呀！混世，哎，亲妈，这你主领于缘故，将是我的堂离了家乡关路啊在途中遇见了李文林，那李文林骗走了玉连环，冒充这张是去找亲，孤儿死的是李文林，投送的乃是曾永清。我见这张赵女穿，带他到把家去夫妻生，恰被八龙将来看见他违章，小脸气多心，反将我姐妹送归房，在街上是捆绑送衙门，幸亏得衙官把消息传，姐妹上到车门，可怜的我这样吃当来更早，那用困不分是非判死刑，为的是蒙得大龙是听听有把我传扬八元生，六年上前要推升，难道说我不是自己一条命？他有谎言来禀告亲心愿，一同地财命。听了小女子一番话，见你灵腾金玉，此案判处多头情。我定要去到扬州，他真情送吧。小女子，你可还有话要说？
子话倒是有几句，只是我不光言讲。哎，你只管大胆地讲来。是，大老爷，你既是一位青天大老爷嘛，就该以礼而端，务必要用这些年来的银话来对待我这样一个小小的女子呢。要是我方才胆子小了一些呀，我既然岂不要冤正害爹了我？这好可理嘴的小女子。大老爷，我既然再过3天就要帮夫发上此诏，望大老爷说说秉公判断。你方才自言本院里该加以审视，来呀，将李翠英带回衙门。谢大老爷，谢大老爷，多谢大老爷。辕门斩女是张云霞50年代初期主演的一出传统剧目。这是张云霞从学习原派唱腔、模仿原派唱腔到自我创作的开始，因此唱腔中还充满着浓郁的原派风味。下面就请张云霞的学生南京市越剧团的袁晓云来为大家演唱《辕门斩女》中的神女片段。我本是良家女，真是刚强，独自为了金库将我来抢。郎娘我嫁给他，强被动啊，因此让我将他死死地弟弟切莫怒气三，且听女儿诉详情。世上弟弟来上山，那儿母上江西话来去里，在家表兄真多寡，他时常与儿来转报亲，那一日奉命避难大
林上你，后母她更想趁此来拉婚，女儿不肯去答应，俺家风浪就放出门，又怕后母知道要再问，无奈何家长该办理问题，半夜收拾在两地内，巧女风浪就一同饮，唉，有才子搭乘大船起河根，那苗人虎紧紧追赶不放映，风浪他刮不的中北必走，我是话陪那小姐抢回门，他见我是一个女儿身，硬要逼我答应就成婚，为报仇无奈将他来刺死，因此上女儿就犯下了罪。各位朋友，《地狱簪》是张云霞50年代中期演出的传统剧目。她在头洞房一场戏中，以细腻委婉的唱腔和变化的表情动作，把闺阁千金李秀英新婚之夜那种甜蜜羞涩的心情表演得细腻传神。下面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张云霞为我们演唱。耳边传来感动声，心忙之中人亲亲。抬头偷香四面花，
各位朋友，貂蝉是张云霞60年代初期演出的剧目，在拜月定计一场戏中，形体美，唱腔以声传情，尤其是月下祈祷的一段独唱广为流传。下面就请大家观看貂蝉中的拜月定计一场戏。
夜深人静，不在房中安睡，待月上台，却是为何？婢只见老爷终日垂眉不准，茶饭不思，昼夜不眠，怪在此际到苍天。但愿老爷不是失意，国泰民安。先出当道，岂能爱你？老爷平日与张文张大人，他已被奸臣战死了。老爷，哦，国家大事，岂是尔等可以知晓？必知生逢乱世，怎能自杀蒙愤？此经国事艰险，朝中文政副将尚无谁察良机，尔等身为使者，休得多言。老爷，老爷。朝廷是杀什么富裕极满自权见，动作专权成恨，吕布如娘更凶险，天下百姓可道冤。朝中君臣谁傲见？换色江山真为艰，怎能够数日不举神之言？无虽日身体如下成梦，老爷教诲你多年，真可是他因为有所言所话的，自古
才之言可是当真？彼此之言，天地生灵空见。好刁钻！老爷，彼此包裹之间，老爷谈何风？你可知这是什么？有着的连冠。可知这连冠之意？莫非要我应是这连冠之间？刁钻，动作于礼部，皆好色之徒。我将你先配吕布，后写动作，立即他无知之庭，使他俩反目成仇，自相残杀。刁钻，我对你这失了吧，动作垂尾，他在眉间，会是江山，是比你不可久也。我也顾不得，这真经还是令我就无语相称，亦必更好应事。此次弟弟亲上，这女儿一拜。各位朋友，《春草》是张云霞60年代初期的代表作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要请大家欣赏《春草》中的闯堂和喜归两折戏。《春草》由张云霞的学生、浙江省小百花越剧团的主要演员、著名演员何赛飞扮演，助演夏赛丽、张小巧。还有宋九京、周云峰等。
雷头堂，我不尝公讨，恩叫苦啊！升堂，升堂。王师爷，请去大西门去，大西门的。万岁叩见辅政大人。你是西门町吗？万岁便是。他当西门町，你钱好当，饭好当，怎么好去当是营部上师傅的公子啊？万岁路见不便，神来不想，当场与他叮当起来，不想这一拳，他就被我打死了。哎呀呀呀呀！哎，你去打死了营部上师傅的公子吗？哎，为什么还不道具？却反来是羞呢？大丈夫管着管手，红颜逃跑。这大人，他是不能逃跑的呀！不说那杨高明是乡里要神的你，哎呀呀呀！我被救度了啊！他又来了啊！压下去，撤军，撤军！高明夫人，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。父知府啊，你做知府太无能，娘将怒，称兄喜恩深，从早不肯年年事，也等我上了你，今日兄外不年旁，这你无啥个先生。是，父知府，今日升堂，你将伺候胜利，听凭高明吩咐啊！喜欢胜利。今日人会打死我的儿子，百姓就不用死了。像这种没家没教的恶棍，是说要他偿命啊！还让他多做什么？是。像这种精神，做父母的养子不教，重子英雄，立即有乱棍打死。李皮张下，你怕什么？你听我家做了事，来到我家老爷在京，会不知道吗？是，只要无上司肯得举，背着自道招牌啊！还不输他？是，来呀，升堂啊！高明夫人，插手。升堂。
媒体，大新媒体。新媒体，吴公子是你当时的吗？是我当时的。因我当时吴公子万不从谁招来？不用多问，听我贴下去问我当时。你想放屁凶外吗？备在不管呀，两意不过，听我贴下去当是。来呀，将新媒体拖下去，打。夫人大人，你上得堂来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不辨是非真假，猜想求打，万身不破。什么？杀人偿命，真不该打，贴下去打。嘿，老政府啊！中庸儿子不来迎，皆因无礼害百姓。你养儿不教，英雄发达，子恩不念，承德上人。当初不测阳门外，亲儿子命运非等喜恩臣。今日将海军司马来当时，一雄万雄，喜公分。好大的口气，傅知府，快将兄马推下去问我当时，替我儿报仇。是，来呀，将新媒体拖下去问我的当时。这里当成是吴大老爷的公堂啊！哦，是大老爷的公堂啊！哎呀，我还以为是吴长史家里的营房呢。哪里大老爷？既是公堂嘛，是应该以礼而对，为什么非分开工，谁先用银？这是我道理。这哪里来的疯丫头？尽管乱唱公堂，将我轰了出去。轰下去！慢，请问这里到底你是大老爷呢？哎，还是他是大老爷？啊！大人，他是李相府李小姐身旁的丫头，名叫陈草。什么？他就是李相府的丫头，叫陈草啊！是啊，是啊。哎呀，到此无关啊你！到此嘛，是看大老爷审案来的。啊，一个毛丫头，看审什么案？傅知府，不用理他。是，来呀，将新媒体拖下去打。无缘无故的，我会到这里来吗？谁叫你来的？四川有神啊！谁呀？是谁呀？谁呀？是我叫小姐叫我来的。啊！是小姐叫你来的？哎，是小姐叫我来看大老爷审案，是审得公不公，明不明？本老爷审案是老少无欺，哪有不公之理哟？我看你呀，在法上老少无欺，莫
既是父子义，保永英于高明。知府师爷好听商议，不明真相无来断。我问你是公平良知在哪里呀？你冷静啊，你冷静！你以我当时吴公子万不与我仲裁的招，会问什么？高明夫人，这里是王府所在的工厂哦。谢公子，你什么话呢？就都说出来好了。夫人大人啊，提起此日，我怒冲天，那不道做都断，才无边。今日在自恩自重他清明，将路名无张月烈。我好也想劝他不听，他铁死了你们不吃苦啊咧！这是这祸国殃民的无孽子，为民心恨理不平。是吴公子当失了名物，所以嘛你才当是吴公子的。真是不是，我儿乃自私大礼之人，岂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？大黑那吴公子王师爷，你王师爷，王师爷，一个人啊，要真正无私哦，是哈么随是哈，是不么随是吧？不要像那些趋炎无私的懒小人啊，那是要被万事痛骂的哟。对，大人是恩是重大天天，老吾死亡道路边，吾之东堂见一股，哎呀，来有铁丝腾空间，终身年天聚集在，时时清楚没些。哎呀，没这不高，隆中老人真要死，风采六福金不起，四国四民分归结，十几个百姓无须提。列法举官加一等，王子万岁自明容，臣你引武唐师傅，像昨天没理。去不用，我儿来禁止虐业，也何怪我这？尽管世事英雄，是呀，吴公子有无差错，是有本府之风事，与你无关啊！你只是当时了吴公子，真是谋王法，啥不中年举办，势必反中要有来呀，压下去。下去。大老爷，你要怎么样？从严举办，这怕是不能从严，也不能举办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你审案审得既是不公，也是不明啊！因故长。马恰也要唱，你懂得什么叫公，什么叫民？是呀，一个小丫头们，你懂些什么呢你？一花自尊相疼啊疼，何必把来做分的呀人？你家宝贝草孽子。注定成罪情啊！只要提到普通啊，你
王子骑过马来明，王权见了上无头，调转尾巴当不行，只要糊涂一侧外，乌云扎着天不晴。旁着花花的鞋，出杂草草结声，乌鸦见他撒下粉，因此常是黑白无常跟他的问。可是你百姓意愿你不顺，百姓叫苦你不听，这公子是自报万两吩咐财，我看你呀是非黑白要分分清爽，宁不公子对不对？不要你离家丫头来下山分，一桃李同饮天下常无主，无桃李成不也难饮。我以为我家人真人的，比起你高明夫人，要跪几拜。哎呀，当事人终究要偿命的呀！大老爷，常言道一命抵一命，难道他儿子腿上长了光，要2个分给他儿子1条命啊？小小血皮不争悲，一笑台上。今朝我高明贵夫人，宽在下不生难免，我不准让你姐姐再过去。母里两家子之交，贫富相不共朝廷，母朝中相亲女儿，母家之妻子李家人。是啊，官方官领道理，想不起为报发去。西梅林与李错老必亲之间，是为终身之见。这话，这人少怕你应上，壮士当亲亲我。是，哎呀，你们请茶。怎么了？你到底要过，不要过？啊？又怎么了？废亲，我会到这里来吗？哦，是亲戚。什么亲戚？西梅林姓李，还是李国老姓辛？是的呀，远亲亲邻独等，一时哪里完成得完哦？这怕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哦，是表亲。李夫人娘家不姓谢的。哎，那么这李国老的命令儿子啊？没有的。哼，西梅林要是李国老的公子，我儿一名也就作罢。不是公子嘛，也与那公子差不多。他到底是谁呀？是什么人？是谁呀？是是谁呀？他是史书上说来的也可谈法。不，这说啊，谢梅林既非李府紧要之人，你就快决断。是，来呀，将谢梅林拖下去我的大事。当不得，为何当不得？当不得嘞，2个面前谁去交代？哎呀，他到底是谁呀？是什么人呀？是谁呀？什么人？是谁呀？什么人？是姑爷。啊！
也来跑脱病啊！两座大山压头顶，此案是我生得清，生得清啊！师傅，我儿不久写下礼服就寝，哪里听说有什么姑爷的父？师傅啊，命你叔叔家谁没的立笔上下啊！父，命你叔叔家谁没的当着这把立笔上下，你们一个要比，一个要否，脚下官是何是好哦？父，师傅啊，你听丫头的话，还是听我高明夫人的话？这是要听高明夫人的话。父，师傅啊，你是听高明夫人的话，哎，还是听我家三哥的话？这当然是听相国的话呀！真正气死我了！中央官叫我当着臭先生本堂啊！当不得呀！陈朝虽算是个丫头，可是我自出娘胎以来啊，我从来也没有挨过当你。今天我倒要领教高明夫人的威风。好了，哎呀，好了，比我当着小姐人，当着老姐两家都是不公臣，逼得我无度传情机，放了心美的，要在顶头上是武大人，杀了心美的。哎呀，相国知道我全家性命，为不正啊！左面一丫头，右面一高明，看好是还把无妨给我的问好了，哎呀，好了，两下真是不相呀，男生之父大人有大人啊！哎呀，王师爷呀，你看是何是好嘞？大人啊，新梅定是真是离夫不言，你还怕他做什么呀？不容事，你对呀，王师爷说的对，相国可以阿斗赢不，他山根比华山高啊！对呀，高明夫人请万天为夫，待本府作明此案，再迎庭台。你得不久。不，高明夫人啊，不是本镇不替高明夫人办事，实在事关李家，我不得不小心行事啊！哼，富家老爷乃营务大人，待我取信一副，当心你的见证。是为父宋高明。宋高明夫人，
是谢美婷，果真是相府的姑爷，我也不怕俺无家了啊！陈超，大老爷，啊，陈超没事了吧？啊，没有事啦。哎呀，那么我可以回去了。好，去吧去吧。哎，好好好。陈超，哎呀，陈超啊，谢美婷果真是你相府的姑爷嘛？信不信嘛，与你。哎，紫金公子身重120斤，与毫毛36000根。要是少了1两，我是要跟你10斤；要是少了毫毛1根，我是要把你胡子100根。哎呀！张云霞在《秦香莲上路》一段唱腔中，吸收融合了评剧和黄梅戏的音调，使唱腔出新，但又不失粤剧的风味儿。下面就由张云霞的学生长兴越剧团的主要演员杨学梅来演唱这段《秦香莲上路》。
张云霞是一位擅长塑造人物形象的性格演员，《游龙飞凤》是他80年代初期主演的一出古装传奇剧。他一饰两角，在剧中分别扮演了2位形象相同但是性格背向的人物刘晶晶和范楚楚，演来各具神韵，层次分明。下面就请大家观看《游龙飞凤》中的剧指一场戏，刘晶晶由袁晓云扮演。实功为帝，私下龙结梦傲，接着精进实功。我们真是在你妈。为你生意无穷谢，亲娘娘困得
天下，三公落远并非光，偏找我有福之物进宫墙，出山找他上天亮。请谢你亲国丽人困君王，从今日莫受天所无量，有恩从旁困死，无力之难报我恩下，三国有志难相强。天公公为君不明，我念家。奴婢奉自己娘娘，怎能知随随而去？夫君王，俩是有娘娘常梦言。想想，是要好好的想一想啊。也许能改变主意。公公一再相强，这是闹出个生命来，你我都切在不起啊！这话说得对呀，我怎能拾金为兵？万岁要是将税下来，这税也在刘青青身上。我要是不出人命来，万岁反而要还税于我。呀，就以娘娘之意，接着为君服旨。多谢公公。这是万庆娘娘三思，奴婢这是红子再来，再不能执意完成。
哦。亲亲拜拜。姐姐，事不宜迟，速速升灯迎上，待等天黑，你我就逃。孟丽君中的苗荣这段唱腔哀婉动人，很能体现张云霞唱腔瑰丽多姿、音域宽广的特色。演唱者必须具有较好的乐感。接下来就请张云霞的学生何赛飞来演唱这段唱。今年是
各位朋友，张云霞幼年的时候学唱过京剧，17岁从一名中学生转唱粤剧，从艺一生勤奋好学。她在《游龙飞凤》中扮演的外美内丑的范楚楚，就将闺门旦、花旦、彩旦的程式动作于一身，将范楚楚一心梦想进宫为妃的丑恶心态表演得淋漓尽致。下面就让我们热烈欢迎张云霞为我们表演《游龙飞凤》中的冲凤一场戏。正德皇帝由上海昆剧团的周志刚客串，太监由沈西明扮演。
啊。